云林虎尾的北溪社区，把家纸的意象融入去社区环境，将做真出名的家纸艺术村。这届参加英国伦敦设计大奖得奖了，在地人拢真骄傲。 白色壁土斗搭红色家纸图，有日头咧照，看起来愈水。好尾镇北溪社区大力推动社区营造，将家纸艺术的图和社区的壁土结合做伙，将做知名家纸的艺术村。觉得很棒，而且很难得，就是可以要上国际，对，让大家看见我们。北溪社区讲，得到这个奖项，对社区营造来讲，绝对不是终点。未来会继续带动周边社区进行改造。 将美感的观念拖未来每一个社区内底。其实这大奖其实还会感谢就是社区居民啊，以及一些团队啊，大家互相来去共创。除了后尾镇的北溪社区得奖，大鼻乡西镇社区嘛同款得到金奖。希望未来福林县当得到更加侪社区奖项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